最後一站嘅最後一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歡迎嚟到我 Lava 嘅巡迴演唱會最尾一站澳門，多謝每一位嘅嚟。哇！最後一場真係所有嘅燈光、所有嘅設計、所有嘅編排，今日都係最後一日啦。你哋可以幫我揼下波鐘。我唔知琴日呢個環節係點做啊？話佢身邊人聽。哇！今日好似係3場入面最多汗嘅一場。好多謝幫上啦，真係好感恩啊！有呢個機會可以俾我哋做到我哋最初嘅諗法。今日父親節喎。父親節其實因為我身邊嘅工作人員話：今日父親節喎，有冇啲咩要聽啊？咁我諗，好似又在場好似都諗法係女性。點解唔陪老公咧？我係你老公，我點娶到咁多老婆啊！真係邊有咁勁？係啊，係咯，希望大家都今日睇完演唱會之後都講同自己嘅屋企人啊、男性啊講下父親節快樂啦，係啊，我唔知啊，我阿爸都同你講聲父親節快樂，係啊。但係佢今日唔喺度，我媽喺度，但係好似咁母親節快樂啦，去早啲。OK， 好夠未咧？真係有個裝置。好，嚟緊呢一首歌係自己第一次作曲啦，係啦，有份作曲咁亦都係我好想話俾大家聽嘅過去嘅一啲心聲，係啦，希望大家鍾意。話如好事如飛樂如負重拉扯，三點一四一唔夠。永無意味，永無憂，就讓寂寞沒有盡頭。天使跟魔鬼最合謀，步步圍着想找出口，或為着只可死守。想問為何難過，想呼救，情緒極度無助。是孤獨還是失望，還是被世界折磨？假使我仍未夠好，你不要唾棄我好嗎？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，我在這邊陪你寂寞。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人影跌下過，陪你寂寞。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人影跌下過。這
所以拖時間都辛苦嘅。大家可以同身邊人傾下偈先。Me time 啊！哇！呢3日真咩？你單膝跪嫁我個女俾你喎！你女幾歲啊？咩啊？下次生俾你。生節快樂！啊！姜濤，喺度。好靚仔啊！姜濤，今日最後一站啦，都係要講翻同前2站差唔多嘅嘢嘅，喺呢一 part 都係，因為我都未諗到新嘅一個。係啊，做未交站嘅時間咧，我可能都。我發覺好似真係重複唔到太多之前嗰啲場數講嘅。總之咧，我係一個喂，咁快聽歌嘅喂，我仲未得，起碼俾我鋪墊2句先係咪？係嘛？講多啲啦！係啦 ，Better Man 啊嘛，即係我覺得真係。其實講真，人喺呢個世界上面真係好渺小嘅，講真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夢想，有唔同嘅諗法，但係我都相信其實真係，其實只要我哋每一日都做得好啲啲，其實就係人生最大意義。因為其實人生可能真係冇意義嘅，好多人都講，但係個意義就係我哋自己要俾佢，所以。我自己嘅意義就係、真係喺我臨眯埋眼嗰一刻之前，我都可以話俾自己聽，我呢一世可以做到一個 better man。咁 sad 嘅呢一 part 我自己講嘅，係咯，總之我better man 起歌我。